唔講唔知，點解聖誕老人要坐雪橇呢？小朋友們，你哋有冇諗過點解聖誕老人唔係坐車，唔係搭飛機，而係坐住一架雪橇送禮物呢？原來呢個傳說咧係嚟自住喺北極附近嘅聖誕老人。嗰度咧冬天成日都落大雪嘅，一般嘅車咧就好難行，所以雪橇咧就成為咗最好嘅交通工具啦。而雪橇就可以喺雪地上面輕鬆咁樣滑行，就好似船喺水面上面滑過咁順利。而且傳說中，雪橇仲係由飛天嘅鹿去拉住添，可以咧喺一啲天空中飛過屋頂，將禮物送去每一間屋入邊噶。所以聖誕老人坐雪橇咧，唔單止係方便，仲充滿咗神秘同埋想象，帶嚟一種夢幻嘅聖誕魔法啦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按2，又或者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搜尋我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